咩啊？哎呀，热死了！还有摩天轮，你刚刚看到了是不是？这是哇，真的好你好啊，歡迎大家乘搭觀光城巴 H1 由中環出發往尖沙咀。旅程中你可以隨時喺任何一個景點撳鐘落車，記得下載我哋嘅應用程式，睇下景點附近有咩推介行程同埋開篷巴士嘅到站時間啊。Hello, or as we say in Hong Kong, 你好啊. Welcome aboard the Hong Kong City Sightseeing Bus H1, departing from the Central District to Tsim Sha Tsui. During your journey, feel free to ring the bell and hop off at any dedicated bus stop to explore the sights and sounds of our city. Of course, don't forget to download our app to check out recommended attractions nearby and the bus routing and schedules. 你好啊，你好啊，欢迎大家乘坐观光城巴 H1 从中环出发前往尖沙咀。旅途中，你可以随时在任何一个景点按铃下车。记得下载我们的 APP， 看看景点附近的行程推荐和敞篷巴士的到站時間。我哋即將抵達中環交易廣場，你可以喺呢度轉乘260號巴士前往赤柱。We will be approaching Central Exchange Square. You may change to bus route 260 for Stanley at this stop. 我们即将抵達中環交易廣場，你可以在這裡轉乘第260路前往赤柱。我哋即將抵達上環西港城。We will be approaching Western Market, Sheungwan District. 我們即將抵達上環區西港城。離開喧鬧繁華嘅中環之後，就等我哋去充滿香港舊情懷嘅上環，一齊走進百幾年前嘅老香港啦！1841年香港開埠，上環成為咗華人嘅聚居地同埋商業中心。嗰陣時，華商利用香港作為交通同貿易港口嘅優勢，喺上環一帶開設商行經營轉口貿易。到而家，上環嘅大街小巷之間仲有好多海味藥材鋪，賣各種嚟自世界各地嘅海味珍品同名貴藥材。呢啲老字號到而家仲係好多香港人辦年貨嘅必去之處。如果你想體驗一下香港人嘅日常生活，又或者去同海味鋪嘅貓店長玩嘅話，就一定唔可以錯過上環海味街啦。講到香港人嘅日常生活，就一定要提到我哋差唔多每日都會去嘅街市啦。喺我哋左邊嘅紅磚建築係西港城，佢建於1906年，用嘅係當時風行一時嘅愛德華式英國建築風格。如果仔細觀察，會見到大門上面刻有英文 Western Market，
西港城以前係上環街市北座，幾十年嚟一直係附近街坊買新鮮食物嘅地方。以前呢度每日都人來人往，充斥住小販嘅叫賣聲同講價聲，承載咗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嘅汗水同回憶。而家西港城已經被活化為以香港傳統行業同手工藝品為主題嘅商場，同時都係舉辦婚禮嘅熱門地點，展現緊老香港嘅獨特魅力。我哋即將抵達荷里活道公園，我哋即將進入融合中西同新舊文化嘅荷里活道。We will be approaching Hollywood Road Park. We are about to enter Hollywood Road, which is a ble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old and new cultures. 我们即将抵达荷里活道公园，我们即将进入融合中西和新旧文化的荷里活道。我哋即將抵達文武廟。We will be approaching the Manmo Temple. 我们即将抵达文武庙。我哋即將抵達卑利街，景點包括 PMQ 原創坊、孫中山史蹟徑。We will be approaching Peel Street, which includes the attractions PMQ and Sun Yat-sen Historical Trail. 我们即将抵达卑利街，景点包括 PMQ 原创坊、孙中山史迹径。我哋即將抵達大館，景點包括孫中山史蹟徑、半山扶手電梯。We will be approaching Taikun, which includes the attractions Sun Yat-sen Historical Trail and the Mid-Levels Escalator. 我们即将抵达大馆，景点包括孙中山史迹径、半山扶手電梯。而家我哋嚟到荷里活道嘅中環部分，街道兩邊隱藏咗唔少深具政治同歷史意義嘅老建築。中環向來係香港嘅政治心臟地帶，多年嚟都有唔少歷史人物曾經喺呢一度留下足跡。其中國父孫中山先生就同香港呢一個城市有住千絲萬縷之緣。佢曾經讀過香港嘅中學同大學，仲喺呢一度萌生咗好多重要嘅革命思想，並喺1895年喺右邊嘅士丹頓街13號成立咗香港興中會總部，成為日後中國革命運動嘅搖籃地。而喺我哋右邊嘅大館，同樣具有舉足輕重嘅歷史地位。呢一個由16座古蹟組成嘅建築群，始建於1841年，前身係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同域多利監獄，係集執法、司法、懲教於一身嘅重地，見證咗香港早期法治嘅發展。越南獨立運動嘅核心人物胡志明就曾經被囚禁喺呢一度。而家大館已經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新舊融合嘅文藝地標。佢既保留咗原有嘅歷史建築，又增添咗用嚟舉行展覽同表演嘅場地，係中意歷史文藝嘅你絕對唔可以錯過嘅特色景點。
我哋即將抵達薛蘭街，景點包括煤氣路燈、香港動植物公園。We will be approaching Zetland Street, which includes the attractions of the gas lamps and the 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 我们即将抵达谢兰街，景点包括煤气路灯、香港动植物公园。我哋即將抵達皇后像廣場，我哋已經進入中環核心區域。We will be approaching Statue Square. We've entered the core area of the Central District. 我们即将抵达皇后像广场，我们已经进入中环的核心区域。嚟到雪廠街，即係代表正式踏入咗以前香港經濟同政治嘅核心區域啦。雪廠街呢一個名係因為以前呢一度有座儲冰庫，用嚟擺啲由北美洲運過嚟嘅天然冰塊，俾附近嘅醫院、餐廳同居民使用。後嚟香港第一間叫做香港股票經紀會嘅證券交易所喺呢度開咗，雪廠街就變咗香港嘅金融中心。因為成日見到好多股票經紀同大老闆企喺街兩邊，所以人哋又叫佢做大鱷街。到咗1959年，香港政府仲喺呢度起咗中區政府合署西座，令到雪廠街一度成為香港政治中心嘅一部分。入到中環商業區，你會見到一座好有殖民地特色嘅地標建築。呢一座花崗石大樓就係有過百年歷史嘅終審法院大樓啦。亦都係香港最高上訴法院。大樓正面有個正義女神雕像，呢一位正義女神叫泰美斯，係希臘神話入面主神宙斯嘅第二任太太。佢蒙住雙眼，右手拎住天平，左手拎住把劍，代表公正無私、不偏不倚嘅法治精神。我哋即將抵達金鐘站，你可以喺度轉乘15號巴士前往太平山頂。We will be approaching Admiralty Station. You may change to bus route 15 for the peak at this stop. 我们即将抵达金鐘站，你可以在這裡換乘第15路前往太平山頂。離開充滿歷史色彩嘅中環古蹟群之後，迎面而嚟嘅就係一座座玻璃幕牆商業大廈。大家有冇睇到啲熟悉嘅建築呢？冇錯啊！喺我哋前面嘅就係成日喺港幣紙幣上面出現嘅中銀大廈，亦即係中國銀行香港嘅總部啦。佢曾經係全香港甚至全亞洲最高嘅建築。我哋即將抵達廈門街、灣仔區，景點包括藍屋。We will be approaching Amoy Street, Wan Chai District, which includes the attraction Blue House. 我們即將抵達廈門街、灣仔區，景點包括藍屋。我哋而家正式入到灣仔範圍。灣仔係香港最早發展嘅地區之一，係香港開埠初期嘅華人聚居地。
灣仔以前係一條小漁村，因為曾經係一個迷你小海灣而被叫做灣仔。而我哋而家行緊嘅皇后大道東就係以前灣仔海岸線嘅所在處啦。隨住城市發展，灣仔經過100幾年嘅填海造地工程，慢慢發展成而家睇得到嘅新舊融合、中西匯聚嘅商業同展覽中心。雖然灣仔嘅樣貌早已經完全改變，但係呢一度嘅每條街道背後都有獨特嘅故事，記錄住灣仔嘅滄海桑田。其中，廈門街同汕頭街就見證咗灣仔甚至香港嘅早期發展。1840年代，英國鴉片商人利用灣仔易守難攻嘅地理優勢，喺灣仔興建碼頭、倉庫等等嘅設施。因為呢啲商人主要做對中國內地嘅貿易生意，擁有去廈門同汕頭等地嘅船隊。而呢兩條街道因為設有倉庫，用嚟擺放運去廈門同汕頭嘅貨物，就因此被改咗名叫做廈門街同汕頭街啦。而家雖然呢一度已經冇晒倉庫，但係廈門街同汕頭街呢兩個特色街名就仲保留住，成為香港歷史嘅見證。除此之外，香港仲有好多特別嘅街名等緊你去發掘㗎。大家喺漫步香港嘅時候，不妨留意一下呢啲藏住無數故事嘅街名啦。我哋即將抵達禮頓道。We will be approaching Lighton Road. 我們即將抵達禮頓道。
我哋即將抵達希慎廣場銅鑼灣區。We will be approaching Hyson Place, Causeway Bay District. 我們即將抵達希慎廣場銅鑼灣區。突然绿灯，结果我马上立刻起。早面过桥了。我都10点出来的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才还没下。哪个女的上课老师说这老师说我。我哋即將抵達金紫荊廣場。We will be approaching Golden Bohemia Square. 我們即將抵達金紫荊廣場。我哋即將抵達灣仔碼頭。We will be approaching Wan Chai Ferry Pier. 我們即將抵達灣仔碼頭。
我哋即將抵達灣仔海濱長廊。We will be approaching Wan Chai Promenade. 我們即將抵達灣仔海濱長廊。相信大家已經留意到，我哋右邊就係被譽為世界三大夜景之一嘅維多利亞港啦。維多利亞港位於香港島同九龍半島之間，係亞洲最繁忙同最重要嘅港口之一，同時亦都係香港嘅地理同經濟命脈，見證咗香港由小漁村蛻變成國際大都會嘅歷程。維港係一個天然深水海港，可以同時容納好多艘大型船隻，自古以嚟都係商船來往嘅重要通道。1841年，英國接管香港島之後，維港就被打造成一個重要嘅轉口港。之後以當時在位嘅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正式命名為維多利亞港，慢慢發展成而家嘅國際航運同貿易中心。時至今日，維港已經成為香港最具代表性嘅地標，港口兩岸建滿咗一座座摩天大廈，喺藍天白雲同來往船隻嘅襯托之下，構成享譽國際嘅壯麗景致。每逢夜晚，維港兩岸嘅高樓大廈都會亮起璀璨嘅燈光。如果可以嘅話，我哋非常推薦大家喺農曆新年、除夕夜等等重要嘅節日嚟到維港欣賞煙花表演，用特別嘅方式慶祝呢啲大型嘅節日。我哋即將抵達海底隧道巴士轉乘站、九龍半島，景點包括香港體育館。We will be approaching Cross Harbor Tunnel bus-to-bus interchange, Kowloon Peninsula, which includes the attraction Hong Kong Coliseum. 我們即將抵達海底隧道巴士轉乘站、九龍半島，景點包括香港體育館。而家就等我哋暫別香港島，經過海底隧道穿越維多利亞港，去對面嘅九龍半島繼續我哋嘅行程啦。海底隧道喺1972年通車，係香港歷史上第一條海底隧道，亦係香港最繁忙嘅行車隧道。因為佢喺九龍半島嘅入口喺紅磡，所以佢又叫做紅磡海底隧道，簡稱紅隧，用嚟同其他幾條海底隧道分開。相信大家都試過坐車穿越隧道，但你又有冇坐過開篷巴士穿越隧道嘅經歷呢？接住落嚟就請大家坐好扶穩，享受呢程獨特嘅旅程啦！我哋即將抵達星光大道。We will be approaching Avenue of Stars. 我們即將抵達星光大道。歡迎嚟到九龍半島。喺紅磡站隔離嘅鍍金字塔結構建築就係舉辦本地以及國際大型體育活動、綜藝節目同演唱會嘅熱門地點——香港體育館啦。佢因為喺紅磡，所以又叫做紅磡體育館，簡稱紅館。不過呢個體育館點解會成為舉行演唱會嘅重要地點呢？
呢個係因為紅館建成啟用嘅80年代，正係香港流行音樂嘅鼎盛時期。鄧麗君、張國榮、梅艷芳等等嘅天王巨星都曾經喺紅館舉行演唱會，於是紅館就成為咗每個香港歌手夢寐以求嘅表演場地，更加可以話係成就香港巨星嘅聖殿。我哋即將抵達尖東站，景點包括星光大道。We will be approaching East Chim Cha Choi St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attraction Avenue of Stars. 我們即將抵達尖東站，景點包括星光大道。我哋即將抵達香港文化中心，景點包括香港太空館。We will be approaching th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er, which includes the attraction Hong Kong Space Museum. 我們即將抵達香港文化中心，景點包括香港太空館。
我哋即將抵達尖沙咀天星碼頭，景點包括尖沙咀鐘樓，你可以喺度乘搭天星小輪。We will be approaching Chim Cha Choi Star Ferry, which includes the attraction Chim Cha Choi Clock Tower. You may take the Star Ferry at this stop. 我们即将抵达尖沙咀天星码头，景点包括尖沙咀钟楼，你可以在这里乘坐天星小轮。尖沙咀天星碼頭喺1957年建成，總共有2條天星小輪航線，用嚟去維多利亞港對岸嘅中環同灣仔。天星小輪係一個擁有超過100年歷史嘅交通工具，早喺1898年就開始提供來往維港兩岸嘅渡輪服務。維港兩岸嘅天際線日新月異，但係一艘艘上白下綠嘅天星小輪到而家仲係每日穿梭喺維港兩岸，係維港難得100幾年冇變嘅傳奇。天星小輪唔單止歷史悠久，價錢平，仲係欣賞維港兩岸景色嘅必遊項目，更加曾經被國家地理旅遊雜誌列為人生50個必到景點之一。我哋已經到咗